我知道你们在找合适的手机企业合作，我认为我能行。李总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投过你，但是你失败了。没错。所以你凭什么觉得一个失败者带着一个新项目就能在我这过会呢？对于别人来说，可能性是0，但对我来说是100。你给我一把开山刀，我就能劈出一条山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小到大总失败，但也总能很快的站起来。李总说话还是这么好听，很可惜，你这套在我这没法再说服我了。是啊，没想和你讲人情，要和你谈判，就得满足你的标准。这是我们这3个月的数据，请过目。3个月不够，你先申报，其他的我补上。申不申报，看你表现吧。我会在上海待一段时间，等你消息。他们还会复合吗？我听小乐说，他给金文留了1%的股份，他自己拿了剩下的99%。估计还是舍不得放不下吧。嗨，反正是金文不要他的，他活该。哎呀，像他这种人，没什么大格局，能干成什么大事啊？不要也罢。林七，他今天来找我了。谁？黎东升找你啊？找你干嘛？来找投资吧。开什么玩笑？当然不要投给他了，这种人渣，他这不在羞辱你吗？我知道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可能还得再待一段吧。你这总出差在外面，不想老公，不想孩子的？想啊，但是我老公会给我写诗啊。真好，你俩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这么浪漫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把诗发给我看，让我也欣赏欣赏，好吗？真的要看？那你不许笑我酸啊！可能你们觉得写的不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海超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爸呢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去哪里了。那你也出去玩嘛，老在家里听这个做什么？我这个年龄能到哪儿去玩啊？年轻真好。你这个年纪怎么了？你差哪里了？最好的时候啊。你就是老记着以前那点事儿，不就我爸带你唱过歌、跳过舞，天天挂在嘴边上。你要真的这么不开心，你离婚好了，我帮你找个好律师。疯掉了我干嘛要离婚啊？脑子坏掉了。离婚了，你爸爸那么有钱，我离什么婚啊？你离婚了也可以分到财产，我还可以想办法把财产都转到你名下。你说什么呀？你好好的好吗？你妈都这个年纪了，在家能嫁到什么好男人呢？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哎，女儿，啊，你怎么想到叫我离婚了？是不是你爸爸跟你说了什么？是不是他想跟我离婚啊？或者你听到了些什么？没有。你说说你爸爸最近啊有3个手机，一个男人为什么要3个手机？你倒帮我分析分析啊！哎，你说，妈，听，接着听。哎，女儿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会跟我谈离婚呢？他有3个手机，哎呦，这事情怎么回事啊？海潮，给你熬了碗皮蛋粥，再晚也要喝一点儿。爸。
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身边的人、陌生的人，很多人是怀疑的，是不看好的，是嘲笑你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能有稳定的情绪，能自始至终对自己有信心，其实很难，很难。我们都在焦急等待海潮的灵机一动，希望他又有新的办法。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做双卡双待。什么意思啊？把我们流片成功的长城1号芯片和 MP3芯片用软件连到一起，这样一个手机里边2张卡，本地的和外地的。我怎么听着有点儿靠谱？靠谱，估计很多人都需要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想，我以前我就是2个手机，一个对内，一个对外。如果用你说的这种双卡双待，那1个手机就可以了。不然的话，2个手机放在口袋里又放不下，放个皮包夹在这里又特别土，像那种土的掉渣的那种暴发户似的。对，他们都土了掉渣，太土了，哪像我们刘涵这么洋气啊？是不是？尤其是认识了米兰达之后，变得更洋气了，洋气到都要用2个手机了。你这就是揶揄我了啊！我哪敢呀？说认真的，连你这样的人都有需求的话，可见双卡双待将来会多么的受欢迎。但是我还是主张做单芯片的双卡双待，这样用软件连起来的话，话费便宜，还可以随时切换系统。只是最大的难点在于分时不是需要穿插。这个问题我来解决。现在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来判断现有的芯片单改算法能不能完成你的需求。必须可以，3个月之内我们要完成改装。3个月有点短吧？肖博士没有肖博士，没有杰森，没有环叔，只有我们2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几个人里面有人给我们的流片制造了麻烦，才会导致今天这么糟糕的结果。芯片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问题的。到底是他们中的谁呢？先别管了。我昨天测试过了，第2张卡10次里面只能打通1次，所以今天还得再来。你是不是也测试过他们？是，但是测试开始。我修改了软件逻辑，这样的话能提高第1张卡工作的时候第2张卡插队的机会。你不在状态啊？你状态倒是挺好，脸色好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还能天天伤心难过、抑郁哭泣啊？这就对了嘛。你说我逛了一圈也没什么收获，但是我倒是发现啊，大家还是很喜欢进口货，对国产货真是嗤之以鼻。所以黎东升选择凯云呢，也是有道理的。你说我们的芯片要不要去国外走一圈啊？这样呢，既突破了泰山对我们的限制协议，芯片也变成了进口货，说不定税还能低一点，回头再顺便多卖几个国家，出口转内销啊？很多公司不都这么干的吗？服装行业也是这样。海潮他能同意吗？慢慢说服他呗。哦，你先别送我回家啊。那你去哪儿？杰森太太又找我了，你陪我去一趟。啊？又找你？还是那事儿吗？那不然呢？你说谁让他摊上这么一老公？没完没了了。不过说找老公啊，谁能比你厉害？所以你要听我的啊！好，我教你，以后都听你。经历过上次的事情，你们俩现在感情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心里也没底。毕竟这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 CTO 都敢明目张胆的离婚，下面的人呢？这海潮以前还能管一管，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芯片跟上市了。林夕，你也别嫌我说话重，
你也是太太，也是孩子的母亲，就这种恐惧挺让人崩溃的。当初是你说要让我们发财，同时要保有对国家的情怀，我是被你说服的。但是我现在特别后悔被你说服，我根本不想要那么多钱，我也不想要什么情怀，我只想让我老公跟我跟孩子一起好好的，永远都好好的。就这点你还能保证吗？我当然，杰森太太，行了，你说我的婚姻让林夕去保证，其实挺可笑的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尽快找海潮谈一谈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林夕，你别怪我，我其实是挺信任你的。我知道。喝点咖啡。黄总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林夕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两口子团聚了，我去实验室转转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给您约的胃镜是1个小时之后，您记得吧？谢谢你提醒我，差点忘了。让芯片出去转一圈再回来，这个主意特别好，跟我不谋而合。你早就想到了？没有啊，我是刚刚想到的。但是我跟你的略有不同，我觉得不用去国外转一圈那么麻烦，咱们在星光转一圈就可以了。林光耀会同意吗？他为什么不会同意？他是我们的股东呀，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能力做流片了。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推出双卡双待，而且我们现在不但能够推出音频的双卡双待，还可以一起推出视频的双卡双待。你早就有了解决策略了。我不说了吗？我刚刚才想到的。你明明早就想到了，不告诉我，就是想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想到跟你一起同步，是吧？辛苦有什么用？就算我那么辛苦，还是没想到好点子。你这不已经想到好点子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最近真的太辛苦了，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几天，啊，听话。而且我跟你约了好几次胃镜了，你都没去。今天我又约了，你必须得去，知道吗？唉，不行，杰森太太又找我了。杰森太太的事情交给我来管。那刘环离婚的事呢？那由我来管，你不要管。见。张总，实验室里马上要芯片复核，您得过去了。啊，黄总，您的胃镜快到时间了，该出发了。这样，你陪黄总去做胃镜，我现在去实验室。啊、好。乖了。现在10次里面第2张卡能打通9次了。今晚我加班，不回家了，我来打通第10次。哎，你不是一直盼着林夕回来吗？还写了情诗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怎么现在躲起来了？刘涵的事情已经让我无颜面对林夕了，现在又加上一个杰森，我还是加班吧。我就是说啊，这个林夕的格局应该打开，是吧？那销售嘛，就管销售的事情，那老当他的妇女主任，哎。我觉得林夕没有问题啊。你们都看过《神雕侠侣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吧？黄蓉在《神雕》里就远没有在《射雕》里边可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要镇守襄阳城，但她压根就不是愿意去镇守襄阳城的人。如果没有郭靖的话，她肯定到处去玩，当好闲云野鹤，也不愿意当什么丐帮帮主，啊，还得紫色的绸缎衣服上戳几个破洞。所以林夕是黄蓉了？海潮啊，我是服了你了，你为了维护他，你连武侠小说你都搬上来了。我作为 CTO， 我提醒你啊，销售是要有业绩的。他在华强北2个月，干成什么了？你也要理解一下林夕，毕竟市场还是挺难啃的。再说了，他还要忙着这些什么结婚、离婚、太太们的事情，哪忙得过来啊？
不过我也说一句啊，如果想要红木追加资本的话，你们的业绩的确是要搞得再漂亮一些。黄总，下一个到我们。好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没关系，这是助理应该做的。黄总，这些天我帮您搜集了中国正规手机厂商 CEO 创始人的背景资料。华强北都卖不掉，还找大厂商啊？如果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，您不会介意吧？说。我伯伯年轻的时候挺花心的，老了就好了。我伯母不知道，就觉得挺幸福的。有时候，不知道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所以双卡双待的意义是深远的，只是销售上的打法需要尖锐一点。我看小牛的韦总特别需要双卡双待，因为私人原因。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啊，但这好像也不是一个助理该做的。我来领通，就是想赚到钱的。所以当然希望我们的产品大卖。领通那么点工资，但是给了我股份，我当然很卖命了。黄林熙，来，这个给你，谢谢。师傅，拜托帮帮忙。哎呀，这个给你，没有预约啊！不行不行，拿走不让进。师傅，帮帮忙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约的你，我还迟到了。没关系。我不想喝酒。分手以后酒喝的太多了。你呢？喝多了？不至于。上次你来我办公室，身上酒味挺重的。我就偶尔喝。我分过手，我知道的。看来全世界人分手都是一样的呀，都会喝酒，都会觉得不会再爱了，不会再心动了，好像灵魂被抽走了一部分，是吧？听懂我，他对我改变很大。你经历的我都经历过，我当然懂。东升，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。你图什么？我们现在也不相爱。不相爱好呀。都说智者不入爱河，但看来我们都是智者。不相爱也不会有痛苦，不相爱，看事情反而更清楚。是吧？当然。而且你需要我。我需要你。没有我，你会被手机市场淘汰的。而且你也应该跟张海潮合作。你的意思是，我黎东升离了张海潮，成不了事儿？不是你离了张海潮成不了事儿，你们本身就是互相成就的。
你别忘了，你才是领通最初的 CEO。你看到领通今天这么好，你没有不甘心吗？没什么甘心不甘心的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喜欢和自己较劲。海超挺好的，不然他也不可能成为我人生中第一个 CTO。我会和他合作的，但不是你想的形式。我后面还有会，我先走了。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少喝点。你说那包叫啥牌子？爱马仕。爱马仕。在这里是吧？咱们能刷卡吗？刘总非常关心。韦总，终于见面啦！哟，这不是韦太太啊？你要干嘛？给我10分钟。房间里等我。我们的宣传册看了吗？全人类都知道我从来不用国产芯片。那是当然，因为以前除了台湾星光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。这不知道吗？还有事吗？我知道，韦总创业也是不容易的。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韦太太来管你的财务，当然了，现在肯定也还是你的大总管，是吧？对呀，这点全人类也都知道。你想说什么吧？你跟韦太太感情那么好，你这些风流事她知道吗？她知道了，那得多伤心啊！我风流不风流，这跟您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因为我们这的产品可以缓解你跟韦太太之间紧张的感情关系。我跟我太太从来都坦诚相见，关系好得很，我不需要缓和，我缓和什么？往坏里缓和呀？你不就想拿这威胁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太好了，那我就给韦太太打电话了。你赶紧打，一会儿她睡午觉了。13807750008。你好，韦太太。我们是你好地产的，我这里有一套豪华的江景别墅，打扰了。咖啡厅聊聊。张总，我从来都不用国产芯片，这一点全人类都知道。就你那芯片，华强北那帮土老帽都看不上，你让我用。魏总，请喝茶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这款产品您肯定喜欢，双卡双待。双卡双待这概念不靠谱，双卡双待做出来那电路板厚的跟板砖似的，你觉得有人愿意拿着板砖上街吗？我们这个不一样，我们这是单芯片的双卡双待。单芯片，这怎么做到的？我们改变了底层算法，软件的底层算法。这你知道，我听不懂，但是我们公司有能听懂的。喂，让公司那几个念过大学的过来，到领通来，现在就过来。好嘞。谢韦总给机会。不是我给机会，好产品咱互相给机会。哎，但我有一要求，对接的人不可以是你太太。太烦人了。我太太怎么着您了？什么怎么着我了？你知道我怎么来的领通吗？他用威胁我的方式让我来的领通。他怎么可能威胁您呢？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
什么误会？你太太根本就不会销售，上来就跟我说省话费，这能卖芯片吗？那应该怎么说？我的兄弟，你别告我你为理想啊！我不信。我来领通之前我打听过，你们好几个高管还有什么 C 什么 O， 是不是都在闹离婚？我喜欢有血性够爷们儿，我就缺这种勇气，怪不得人家能做出这种好产品呢。不可能，这个绝对不可能。行了，太假了，你不会不知道，兄弟，我了解，你跟我一样怕媳妇儿，我说的对吗？我都懂，哪家公司开厂的时候媳妇儿没帮过忙，对吗？知道咱的底细，捏着咱的七寸呢，甩也甩不掉，离又不能离，没关系，可以凑合过。但是，我真的不能看见你太太，太烦了。张总，我给您鞠躬了。哎，别，换一个，别这样。哎，就换刚才那就行。倒茶那个。那行吧，那我让我的助理跟您对接。哎呦，我谢谢您了。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，你不是没有办法，而是你不想用这些办法。这算什么办法？下作上不了台面，对吧？那算了呀。凭什么算了？不算怎么办啊？我告诉你，没人帮你，你卖不掉的。不可能。你想想，你以一个女人的角度，你跟男人讲出那样的话，人家不翻毛腔才怪呢。让你们家张海潮出来是对的，亏得人家魏总自己跑过来了，否则这么伟大的一个产品，一定被你白白葬送在摇篮里了。不是，听我讲，你不是销售的问题，也不是什么广告词的问题，这方面你杠杠的，你做的不要太好。哎，这个地方的问题。怎么跟你讲呢？就是只有一伙的才能相互理解、相互信任呢。谁跟你们一伙的？张海潮怎么可能跟你们是一伙的？帮忙，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。妹妹，你被宠坏了。张海潮跟你们不一样。哎，好，不一样，好吧？其实呢，他对你就比别的男的对自己的老婆就好了那么一点点。啊，前提是你对他很好，好吧？我给他打电话。他卖不掉的。妹妹，回家抱孩子去。哎呀，慢点，你们两个好地里啊你！太淘了，这男孩都。没关系，男孩子淘点很正常的。哪像你们家妮妮那么可爱呀？妮妮也很喜欢跟哥哥们玩，你以后常来。那肯定的。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啊，也没有那么焦虑了，是吧？这得多亏了林夕，他只要一举办这种活动啊，我状态就会好很多。我听明白了，以后让我常组织，我会的啊。那我谢谢啊。行，客气了。行，我给你收了啊。不用，我快去吧。拜拜了，拜拜。你可真厉害，这么多小孩能张罗到现在，要我啊，半小时头都炸了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我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。妇联主任我还是可以的吧。我也想明白了，不纠结了，不就是一款产品吗？对嘛，其实姜薇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这个产品总归是会给很多人带去方便的，你一定要从正面解读很多事。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变软弱了。哪方面啊？哪方面都很没底线。比如信守承诺，说话算话，做过的警告都作数。林夕啊，哎，子夏也在。你这抓的药吗？你怎么了？医生说林夕有很严重的胃炎，我这不想让他好好调养调养，给他开了点中药。
那你这可得好好养养啊。所以我想让他多休息几天嘛。是客户不想看见我，所以才让我在家好好休息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怎么，全款买到房子以后就不理我们了？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这事我就干一次，背叛兄弟就一次。行，就一次。我很认真的跟你说，你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再干了。哦，是谁当时说张海潮不让他辞职，他很生气？所以我不都答应你们条件了吗？但我就干这一次。高义，佩服。但你别忘了，不然是最保护你的，设计让张海潮怀疑杰森，让你能够赚到钱，又能够在兄弟面前做人。好，我谢谢您，行吗？但不光是兄弟，还有老同学，还有我老师，让他们都……我就告诉你，啊，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社会认同感。如果这次我给你3倍钱，你干不干？我都跟你说，你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再干了。4倍，这样你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，做更好的装修，环游世界。我最近是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。好气，来。要不是我车。我的兄弟，你说这销量怎么就这么好啊？哎呀，这回发了，真的是发了，产能必须给我跟上，一定得跟上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。接下来咱还让那个姜维对接。没问题，我是这点上非常尊重客户的要求的。下一代产品什么时候更新？魏总，您看啊，这就是我们下一代产品，里面是2个系统，2个号码，只要输入不同的密码，就会自动切换系统。海潮，能不能这么理解？当我跟债主在一起的时候，金主来电话，它是一套系统；如果说我跟金主在一起的时候，债主来电话，他自己就会切到另外一个系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但这并不是我设计的初衷。哎，管他呢！哎，这手机壳太难看了，所以要靠韦总嘛。这都不是事儿，但你必须。海潮的初衷，就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享受自由沟通的快乐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和远方的亲人联系，不用担心话费。然而，他的初衷变味儿了。太懂男人了！来，我是为了想给老百姓省点话费来。双卡双待，明智的选择，这就是领通的芯片。其实这个双卡双待呢，有更多更深远的意义。广告词是你定的吧？亏我还把你当成好朋友，当成知心妹妹。领通的风气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我算是清楚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别生气嘛。晚上到家里来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了，他又和那个空姐搞在一起了。什么？又搞在一起了？你确定吗？他以为他换一个手机联系就可以骗过大家，自己看看吧。都去买双卡双待了，我们货都出不去，本来就没有现金，现在知道了。那咱们降价，降价能卖出去啊？哎，你说那个张海潮真的挺厉害的，领通也挺厉害的。
张总，根据您的意思调查过了，我也问过律师了，在现有的条件下，知识产权的官司很难打，打他也坐不了牢。开除吧。他是您的老同学，开除也得事出有因吧？要是把问题都说出来，他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。我跟子夏商量一下怎么办吧。不跟黄总说吗？当然要跟他说。我跟我太太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，只是子夏跟欢叔是老同学，处理起来会比较冷静。辛苦。什么事啊？我都准备走了。欢叔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不公开他开除。开除2个字是不是难听了一点？毕竟是老同学，要不劝他自己辞职吧。不过我建议还是把他喊回来，问问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。行。这个研究课题啊，非常紧迫。江雷，通知人事 ，Jason 被开除了。啊什么啊？我的命令。那我去通知一下张总。不用。海潮，我真错了。我跟你和刘涵不一样，公司困难的时候，我真没你们内心那么坚强。我得养家糊口，我有老婆孩子啊。我们不用养家糊口是吗？我们没有老婆孩子是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结果，是毁了我们10几年努力的成果？刘涵他们要是知道了，非得气炸我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当时真想走，你不让我走，还说要告我，我生气啊！我就是被那边忽悠了。你走吧，去 Brian 那边。不是，他不会要我的，我们就是合作关系。那就换个别的工作。岭东现在这么好，我能去哪儿啊？现在不想换了。我真错了，就当我眼瞎了，行吧？你凭什么开除Jason？我对他说过，再有一次就开除。再有一次什么？别明知故问。黄林熙，你在越权。越权怎么了？我对我说过的话负责。我是 CTO， 你是销售总监，你凭什么开除我的人啊？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们现在有钱啊。我们想要在硅谷重新挖一个人回来，这么困难吗？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可以说服米兰德让他过来啊，多好，正合你意嘛。你是在讽刺我吗？不敢。你必须走。海潮，我真不想走。欢叔啊，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跟别人说的。咱们大学就在一起了，那比赛那次就在一起，一起经历那么多事儿了，我真不想走。2位总，黄总开除了杰森，现在动静闹得挺大的。开除了杰森？对，刘海总正在发脾气。海潮，之前那么难都一起过来了，你想想我的好行不行？我现在必须得过去看看，你在这待着，哪都不要去，懂了吗？黄林熙，时至今日，你还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黄总，你开除人是不是应该先告诉一下 CTO 和 CEO？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一遍了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太无理取闹了。来，我再尝试一下和你讲道理啊。我们把劳动法、公司章程我们拿出来好不好？我们一条一条的过，到底有哪一条说了离婚就要开除的？海潮啊！我不想听你们说了，2位老板，麻烦你们给我一个预期，谁可以告诉我，到我们领通上市的那一天，到底有多少人会离婚啊？